Ram Narayan Ram，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喜好修行靈性，靈性是宇宙永恆的旋律，靈性不是某個人的私有領地，沒有偉人能說他正在開闢一條新路。哲學道路早已存在，人們只是幫助他人達到那裏，一切都已存在於宇宙之中。靈性不依賴於神秘、命運或運氣，靈性是尋找真理。我們必須通過已有的事物來理解這個世界。對那些生而為人者來說，尋找真理是容易的。我們在書中找到聖賢和智者的言語和哲學，但書中充滿了大量想像和故事。然而，靈性就像冬天、夏天、季風、樹木、水果、花朵和種子。山丘、群山和星系都以類似的方式排列，整個宇宙都以一種模式裝飾着。如果我們能看見這個模式，那麼我們將找到所有的答案。從外面看，身體是一種認知，但解剖並觀察則是另一種認知。我想向你們展示宇宙中的一切，你們都會明白什麼是覺悟，什麼是解脫。當你理解了不可理解的，那就是知識。這種知識是物質的，你收集。當你收集了所有的吠陀奧義書，聖典就會變得容易理解。那些像加尼達一樣收集的人，如果這些被保存下來，你將獲得一切。但注釋、記錄等會被扭曲。